喺9月份咧，就香港曾經一個10號風球，大家仲記唔記得嗰一日啊？嗰晚咧就我當緊值嘅，咁喺打風之前咧，我曾經同管理處問過，打風期間咧，管理處有冇啲應急小組當值？咁當時嘅管理處就覆返我咧，我呢度冇㗎。咁多年都冇事發生㗎，所以就冇呢樣嘢嘅。咁結果咧，嗰日10號風球朝頭早，咁橫風橫雨啦。咁結果咧就3部升降機咧全部都入水，搞到全部升降機都用唔到。而當時嗰個時間咧，就有個管理處職員返咗嚟，咁發生事故之後咧。我咧就通知到有關嘅職員，但係結果職員咧都冇去現場睇環境，所以咧結果嗰個 lift 咧就頭尾尾咧就用咗一個月時間先叫維修好。咁發生事故咧頭2日咧就完全冇 lift 搭嘅，收唔到垃圾啦，搞到住客就不斷嘈到想撞公司。咁結果咧就打風第2日咧，就嗰個物管經理、高級經理咧就落咗現場，喺現場就指揮維修各方面嘢。結果咧，嗰個高級經理咧就喺場咧就駐守咗2日。咁大家可想而知，依間管理公司嘅質素去到邊度啦？一早問過佢哋有冇人安排人手，冇人理我哋。發生事故，結果咧就要拖咗成個月，對住客影響好大咧。所以就算有啲冇話保安員啦，甚至一啲管理處職員質素咧都唔係一定好嘅。所以有呢啲嘢要靠經驗去實踐去做，咁先知道嗰啲有冇料到咧。